过来，有关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涉嫌共收500万这个案件，即摆是郑文灿讲伊无共收钱，台塑的前总经理杨跳林嘛讲伊无甲郑文灿乌洗，但是台塑的前顾问廖俊祥甲廖立庭爸仔囝承认讲因有去送钱。周刊今仔日嘛来报道着监听的内容，是廖立庭甲太太的对话，讲当初去送钱是甲钱洗入一只刀仔卡，讲郑文灿应该知影。郑文灿的律师团质疑，讲这个监听的内容甲检方起诉书的内容有明显出入，主张郑文灿根本就不知情。会不会觉得检察官过度预测了？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和检方依照贪污罪起诉求刑12档，进前2摆准备听诉庭，伊拢无承认收红包，讲唔知影这袋仔内底是现金500万。律师团嘛将攻防的重点放伫乌洗姓廖的爸仔囝。前台塑顾问廖俊祥甲后生廖立庭当庭承认有乌洗，起诉书中嘛采用2人的口径，讲廖俊祥交钱给郑文灿了后，佫用手势比5，郑文灿应讲知。即马周刊写讲廖立庭的翁某被监听的译文对话中，廖立庭的太太另问讲钱敢是直接交给郑文灿，廖立庭应讲放伫某一个刀仔卡。因太太甲问讲，哪呢伊敢知？廖立庭讲，就看以后敢有反应。因太太再次确认讲，稍等一下，伊敢知？廖立庭应讲，我想应该知。因太太讲，那呢就是伊其实有注意到，不过伊无讲话，是毋是安尼？廖立庭应讲，对。律师团质疑监听译文，甲检方起诉书中所写的有明显的出入，主张讲郑文灿根本就唔知影。被告当中认罪甲无认罪分为2排人马。郑文灿无承认收红包，前台塑总经理杨跳林嘛无承认乌洗，不过送钱廖俊祥爸仔囝却是承认乌洗。郑文灿律师团嘛针对这点主打廖俊祥爸仔囝口径无共款，甚至这个起诉书大部分是用药的，又搁真矛盾。不过同地检署表示讲，本案事情明确，强调收红包金流甲乌洗口径拢真完整。下晡同地检署搁开准备听诉庭，传郑文灿出庭，外界真关心检辩交锋的结果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